歡迎翻到嚟流行鋼琴一起彈啊！上一堂呢，我同大家小試牛刀，用1+3伴奏法彈咗半首歌嘅 chord 譜。今集我就會講下1+3伴奏法有乜嘢變化嘅技巧，可以令到伴奏聽起嚟更加高級、更加吸引人。今堂嘅主題曲就係 MC 張天賦嘅《記憶棉》。今集就犀利啦，因為我請咗成日出去商演 busking、人靚歌甜嘅 Rachel 幫我哋唱個人聲。知你哋咧聽我唱咗咁多集都辛苦啦，咁派翻啲福利俾你哋啦。彈鋼琴伴奏第一件事就係決定我哋要唱咩 key 啦。呢首歌嘅原 key 係 A major key， 係一首男仔嘅歌。咁由於翻唱嘅 Rachel 係女仔，喺男歌女唱嘅情況下呢，我哋可以選擇升3到8個 key 去配合翻女仔嘅音域。咁因為 AMC 呢一首歌本身嘅音域咧都偏高，所以咧我哋今次升3個 key， 即係升到 C key 就足夠啦。喺 Guitarians 上邊咧揀翻 C key， 再將 cap 譜設定為0，咁我哋就會得到呢首歌 C key 嘅 chord 譜啦。彈伴奏第二件事就係去揾翻 chord 譜上邊所有和弦嘅組成音啦。咁照舊用翻呢一個網站去砌翻呢首歌嘅 chord list。咁我已經將份 chord 譜同埋 chord list 咧都放咗喺下邊個附件入邊噶啦，大家去 download 翻就可以睇到噶啦。今集嘅主題咧係1+3伴奏法嘅變化技巧，咁會比較 technical 少少。為咗等大家容易啲去理解，咁我會集中咧喺呢首歌嘅副歌同大家去做講解同埋練習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先用1+3伴奏法最簡單嘅方式去夾一夾，睇下個效果係點先。喺上一集完結之前呢，我教咗大家一個伴奏嘅變化小技巧，就係將分隔線入邊和弦嘅密度提高，令個編曲聽嚟咧飽滿啲。記憶棉係一首4/4拍子嘅歌，所以每個分隔入邊咧都可以容納至少4個 chord。嗱，我哋試下用呢個方法將所有嘅分隔填滿，睇下出嚟嘅效果係點。有冇發現呢？將和弦嘅密度提高咗之後，個編曲係就係飽滿咗。不過咧，當你無間斷咁使用呢個技巧，聽下你就會覺得，咦，好似有啲機械喎。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冇做好一件事，就係力度上面嘅變化啦。嗱，試諗下 vocal 有啲字咧，佢都會唱得特別肉緊啲；有啲字咧就會唱得輕聲啲，唔會每一隻字咧都會用同一個語氣啊或者力度去唱嘅。呢個道理擺翻喺鋼琴伴奏其實都一樣嘅啫。當我哋每一個和弦都用同一個力去彈嘅時候呢，聽起嚟一定會充滿機械感。人哋聽唔夠幾句就會想碌走你個 cover 噶啦。所以我哋要好好咁去設計翻和弦嘅力度分布。其中一個常用嘅分布就係重輕輕重。意思呢，即係當你彈同一個和弦4次嘅時候，頭尾2下就要彈大力少少。而中間嗰2下咧就彈細力少少，去製造一個力度或者係音量上邊嘅對比。嗱，我哋試下用呢個力度嘅 pattern 應用喺所有嘅和弦上面啦。
我一路教大家嘅1+3伴奏法，都係左手彈一個根音，右手彈3個和弦音。呢個呢，只係最基礎嘅彈法。高手呢，一般都會重新配置翻和弦嘅排列，即係 voicing，去令到和弦嘅音色更加好聽，更加契合翻個主旋律。簡單嚟講，除咗根音之外啊，其餘嘅和弦音其實呢，你都可以任意咁去排列嘅。比如話呢個 C major chord， 我可以好似平時咁樣彈，亦都可以將右手一手指嘅 C 音調去最右邊，由 C E G 變成 E G C。再舉個例啊，呢一個 E minor 7 chord， 我可以將右手原本彈緊嘅 G B D 重新排列成 B D G。除咗彈1+3個音之外呢，其餘嘅手指其實亦都可以參與呢個 party 嘅。例如左手嘅一手指可以彈到一個8度嘅 E 音，而右手嘅5手指亦都可以補多一個 B 音。咁樣彈法呢，可以令到和弦嘅音色再飽滿啲。當然啦，喺呢個階段呢，我唔會教大家彈到咁複雜住嘅，大家 keep 翻1+3呢個組合就 OK 噶啦。只要你知道根音唔變，其餘嘅和弦組成音都係可以任意咁去排列嘅。但問題就嚟啦，點樣排列先至最好聽呢？呢個問題同樣係冇一個標準嘅答案嘅。不過初學者呢，可以嘗試遵守 Rule of Middle C 同埋 Common Note on Top 呢2個原則，去確保出嚟嘅音色呢，人哋聽起上嚟呢係舒服嘅。第一個原則 Rule of Middle C 就係盡量將右手彈嘅音落喺 Middle C 嘅附近。舉個例啊，喺考慮 G on B chord 嘅 voicing 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將右手原先要彈嘅 G B D 改成更加接近 Middle C 嘅 B D G。又例如考慮 D minor 7 chord 要點樣排列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將右手原先要彈嘅 F A C 改成更加接近 Middle C 嘅 A C F。而第二個原則 Common Note on Top， 即是話呢，盡量用翻 key 入邊嘅常用音去作為右手嘅最高音。舉個例啊， C7 chord 右手正常咧會負責彈咩音啊？ E、G 同埋 B flat， 但係由於最高嗰一粒音 B flat 並唔係呢個 key 嘅常用音，如果夾硬拎咗佢嚟做最高音嘅話呢，就會好容易同主旋律產生撞音嘅情況，所以大家就要盡量避免啦。解決嘅方法，我哋可以將佢改成 B flat、E 同埋 G， 咁就 perfect 啦。今集教大家最後一個伴奏嘅技巧就係 fill in 啦。一個水杯放完石頭入去之後，係咪代表佢滿咗呢？唔係㗎，因為我哋仲可以將沙同埋水去將呢個水杯完全咁樣填滿佢。既然每個分格都可以至少放4個 chord 入去，咁係咪意味住 chord 與 chord 之間其實都仲有空位，可以俾我哋擺其他嘢入去，令到個編曲更加富啊？嗱，我哋可以假設每一個分格其實咧都係一架8個車卡嘅火車，而我哋平時彈嘅4下和弦呢，就係平均咁分佈咗喺第1、3、5、7號嘅車卡入邊。
咁即係話第2468號車卡係冇人嘅喎，非常之適合咧放啲嘢入去填滿佢。但係放咩好呢？最基本嘅做法就係將你右手一手指彈緊嘅嗰一粒音調過去。舉個例啦，C major chord， 我哋右手一手指彈緊嘅係 C 音，我哋就可以從右手彈緊嘅4個和弦入邊抽走個 C 音，然後咧就將佢掉去第2468號車卡，聽上嚟咧就會係咁樣。呢個分隔由原先嘅4組音變成依家嘅8組音，個編曲係咪豐富咗好多呢？我哋試下將呢個技巧應用喺成個 chorus 上邊，睇下效果係點。喺做最後一個綜合技巧嘅示範之前呢，我想同大家強調一樣嘢啊，就係鋼琴伴奏嘅核心概念就係變化。因為無論係邊一種技巧都好啊，連續咁使用太多次呢，都會有反效果。就好似電視機啊，由8點鐘到12點鐘都播《愛回家》，咁你都會覺得悶啦，係咪？所以喺嚟緊嘅示範入邊，我會 random 咁試用翻頭先提過嘅技巧。大家可以模仿一下呢個隨機性，再應用喺其他歌曲上面。總結一下啦，今日你學識咗4個1+3伴奏法嘅變化技巧，包括係改變和弦嘅密度、力度、音色配置同埋 fill in。今堂嘅資訊量超多啊，大家最好重溫多幾次，先再去打下一集嘅大 boss 啦。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